秋天是菱角的产季，台南市上大的菱角产区就伫咧瓜田。为着要推广菱角的特色，区公所每一年拢会举办菱角季。过去有报道指出，乌黑菱角予外国人叫做亚伯，所以即摆特别结合万圣节的元素，将菱角搭上黑魔女的面，相当趣味。过去大家看到菱角，想到菱角就安尼啊尔，即摆大家想到菱角有安尼，这个就是文创，这个好玩的东西哈，尤其小朋友。现场有用菱角做的创意料理，而且还佫有侪侪菱角相关的农特产。除了会当食之外，伊的壳其实是具有多功能价值的五金，会当做成菱角染以及非常环保的菱角炭。区公所嘛将菱角产业甲在地产业做结合，带予民众创新的菱角经济。那大家都知道，想到关田就想要菱角，想要菱角就想要关田。菱角台湾的菱角产量，关田大概占80%左右，那是台湾最大的一个菱角产地哈。那今年我们菱角节的活动现场，我们有很多跟菱角有关的 DIY 的体验活动。今年菱角季的主题叫做好乐龄，活动当天嘛安排各式各样的摊商展售、创意菱角料理试食以及精彩的表演节目。附近还佫有办菱角的体验。欢迎大家伫10月22号前往瓜田葫芦皮自然生态公园佚佗。瓜田菱角季 Halloween， 欢迎您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